呢一個白衣男子懷疑手持一把刀喺街上大鬧，之後衝入人群，引發一陣混亂。其後有警員接報到場追截白衣男子，喺制服疑犯期間，現場傳出2聲槍聲。男子倒地昏迷，警員拉走受波及嘅女人。開槍係嘛？開槍！呢個開嘅。現場係屯門市廣場附近，星期四夜晚7點幾，涉事男子入到附近一間當期嘅廚房，拎走一把刀之後離去。警員接報到場之後，喺美心酒樓外面揾到佢，曾經發射過胡椒水，但係未能制服佢。之後個男人就衝向商場挾持一個女人。警員於是開槍打中疑犯，並且救返女人質。消息指男子被制服之後昏迷，送院搶救之後證實不治。警方正係調查事發原因。